没关系，没关系，都可以哈。哦，好。哦，真的啊。哦，是哦。苏建老师。好。那我觉得你就站这个，对，你就站在这个位置，好。对，好好好，那我就站这个位置哈。好，那我们那姐会站好，那这样好，可以吗？好，对，好啊，好，我们就用这个来试一次好了哈。啥？好，我们几点要开始？好，好，那我们还可以有5分钟哈。等一下你们都记得哈，就是要回座位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依序回座位，然后上台的时候可能就是方大哥你就先上台，好吧？你们就记得这个位置。对，好，那我们就来一次，我们就把握时间哈。再三没关系，好好。父亲节报告的时候啊，然后第一个就对对对，然后呢，那谁会说？我讲完后会交给你，就是说你要说我们怎么准备礼物的啊，这个礼物是什么，你就说一下，好好。放慢哦哈，然后再来反。你有放慢？好，那我们就是。不好意思，长老早上有一点事耽搁了哈。对。对，你们就哎，然后对，哦，刷姐对，刷姐会晚一点来，对，好，刷。
今日这个平安，我讲台语无问题吼。咱的社区，在妈妈们，真欢喜，今日是教会父亲节的庆感恩礼拜吼。天父上帝通过赏赐咱每一个人有疼咱的老爸，互咱明白天父对咱的疼。所以，咱今日真欢喜，通伫遮同心敬拜来学乐。咱来吟圣诗480首，请我们一起来唱圣诗410首。咱唱台语的吼。伫遮有爱注意的，请注意吼。咱看第一节，顶头的谱表，伫上正手边的所在有两个小字，迄有两个有哦。第一节到第三节拢是小儿。两个拢是小儿，好。第一节迄个，请你读做小字，小字哦嘿。第三节嘛是小字，但是咱看第一节的第二谱表，我真幼稚主人民准细囝，小字细囝这是台语真特别甲真水的所在。好来。咱来吟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主耶稣心倚主臂，求你落看小字，我真有伫主人民，准细骑甲你三千第三节。想要过我来求你，你嘛讲说做小字，谦卑友好可温柔，我爱学你像模样。第四节，我的嘴学录音时。但是徛爱好犀利，你做人就咧知，主耶稣伫我心内。咱搁来看一首433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歌词我感觉要是读一遍。大家会较好势吼，来无要紧吼，咱三个来读吼，两抓尔尔嘛吼，来恳求上帝施恩赐福，保佑一家，保佑一家，保佑一家安乐，是大是小，信主基督，大家三听和睦，富足主好，这叫家己哦，富足主好，夫妻保乐。兄弟姊妹和好，虔诚祈祷，勤读圣经，诚做属主家庭。全家大细做主圣徒，所行照主法度，待人接物为主见证，凡事做主光灯。安分守己，虔诚敬虔知足，毋敢放纵私欲，或是快乐，或是艰难，求主赐愿平安，但求救主点阮中。什么？中啊，无中庸吼，中好，诚做以爱电乐园，大家三听彼此和睦，享受地上天国。咱来吟145，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来，请恳求上帝。是阮赐福，保佑一家安乐，是大是小，信主基督，大家三听和睦，全家。
最初行道，所行叫做花道，太人家门为主见证，凡事最初更定。第5节。大求求主点愿中恩，加最爱的落雨，大家相听彼此好无，享受对酒天国。请咱备办心来礼拜。我真欢喜，人调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吟诗、信诗410首，
信诗410首，主耶稣圣洁慈悲，请起立。所信嘅慈悲，求你阿罗夸孝义，我今有的主怜悯，遵随条他的杀气，主我爱给你卡波，老是我大心天公。心亮我心来，就为献出你灵来，心有过我来主你，你把康水最小你，调皮无好有温柔，我爱护你心梦游，我爱追。咱游玩客个讲他心的界面，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心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应，启应文第30篇，启应文第30篇。伫信息后面，我来客，请大家来应。智慧减无得救，聪明减无出声。伊伫路边悬地的顶面，伫十字路口伫徛，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伫城出入的所在大声叫讲。众人啊，我叫恁。我世间人出声，讲戆直的人啊，你着袂晓得通达的理；愚妄的人啊，恁心内着明白。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我要开嘴论正直的事。伫耶和华作化的起头，伫极起头创造的大声，我是伊所有。对永远。对极起头，维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维有深渊，维有最水的水泉，已经生我。大山袂定着，小山袂有的大声，已经生我。耶和华还未创造大地甲田野，以及地上土粉的原则。伊建立遮的天，设圆环伫深渊的顶面。顶面安置强冲，坚固深渊的水泉。甲海定着界限，雨水无搬过伊的命令。定着大地的根基，我甲伊伫地。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伫通徛起的地快乐，也甲世间人三甲欢喜。恁遮的囝。打着听叹我，因为即首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着听教示，就得到智慧，唔通弃绝伊。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伫我的门徛边听候下，去互人有福气。
因为找到我的，就找到我命。也要对妖花得到恩惠。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怨恨我的，拢是家己处死。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阮献上感谢，献上学路。阮是有罪的人，是软弱的，但是你确实有丰盛的怜悯甲慈爱，爱着阮，赦免阮一切的罪，医治阮一切的病。主啊，阮要亲像所罗门一样，你求智慧聪明，专心找找白，互阮真理智慧的话语。阮知智慧胜过金银财宝，是生命的智慧，是白上帝的真理。规律，互阮伫智慧顶富足，伫聪明顶丰富，通叫阮伫各项境况下见到你的真理。规律保守阮的心，帮助阮无行歹人的道路，也使阮通分辨是非，做对的选择。因传阮面对每一个困难问题时，拢有对主来的聪明智慧、快乐能力，将主的话刻伫心内，遵守你一切教导甲命令。愿你施阮赐福，只是阮全心全灵仰望主心性照光阮，也阮尊贵金刚归伫三位一体上帝。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赞美圣歌队所要学录的诗歌是《永远欢喜学录》。
圣经，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第4篇第1到第9节。伫主保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翻着我来读。恁遮的囝，着听老爸教示，着注意来得着明理，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毋通去杀我的法度。我是老爸的囝，伫老母的面前做伊第一疼的幼秀囝。老爸教示我，甲我讲，你的心着记牢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着得着我，着得着智慧，着得着聪明，毋通袂记伫，毋通离开我所讲的话，毋通去杀智慧。伊要保护你，着听伊，伊要照顾你。智慧是根本，着得着智慧，伫你一切所得着的中间，着得着聪明。你若尊重伊，伊要互你升悬；你若恋慕伊，伊就互你荧光。伊要用水的雾带伫你的头壳，将荧光的冕旒互你。讲道，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传家之宝。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想赐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位老爸。做是阮知，因为人是有限制，咱人有人的有限，有时阮的老爸无拄拄会用正确的真理来教导阮。总是阮有一位伫天顶的爸上帝，就是主你。主你亲自赏赐阮有智慧、聪明，伫即世间会当行伫义人的路。恳求主你圣神帮助阮，互阮一世人徛条伫主你的道路，阮的一生伫你的内面会当得到欢喜甲接纳。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对一寡初信的人来讲，初信的人，我就回想我初信过去差不多20多年正我初信的时阵，箴言会当是会用真短的时间，对初信的人来讲箴言会当互因伫真短的时间就了解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可能伊对创世纪开始看的时阵，会感觉这个世界哪会那乱糟糟，毋知是咧创啥安尼。总是伊若一开始读箴言的时阵，伊就原来是安尼哦，原来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就是安尼，伊会随时就了解。因为伫箴言的内面，因无有一堆需要去研究的历史、文化甲背景。譬如讲，咱正经所读过的《哥林多前书》，伊有属伫伊的文化背景，咱爱先去了解，才看有伊到底是咧写啥物。伫箴言的内面也无一堆天分的人名甲地名。譬如讲，拄则所讲的创世纪，迄则是咱才读无偌久的约书亚记，内面有足侪地名，咱拢毋捌读过，也毋捌去过。甚至拢连听都毋捌听过。基督徒读箴言目的是要创造、要起造一个公义、公平、正直的社会。这款的社会，也是咱上帝意爱的社会。毋过，这一切的基础，还是爱咱着敬畏上帝，因为敬畏上帝是一切知识的根本。咱今仔日所读的这篇箴言，第四章的箴言，其实内面有包括3个世代，咱这段经文第1节到第9节，第4章的第1节到第9节就3个世代。首先，咱来看第1节到第2节。第1节、第2节。真明显是一个老爸对伊正囝时的教示，讲恁才的囝，就听老爸教示，就注意来得到明理，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毋通去杀我的法度。这是一位老爸对伊
会种囝时会教时，然后咧第3集开始有改变哦。第3集讲我是老爸的囝，伫我老母面前做伊第一疼的幼秀囝，伊开始回想伊的老爸，就是老爸的老爸啦，吼，伊就想讲哦，我嘛是一个囝，我嘛是我老爸的囝，伫我老母面前做伊第一疼幼秀囝。老爸第4集，老爸教示我，甲我讲，这就是为第3集到第4集的头前，伊就是开始回想，我是老爸的囝，当初我的老爸捌安怎甲我教示。然后第4集的后壁面就开始有个冒号，有看到无？有个冒号，吼，冒号的后壁面一直到第9集结束，拢是伊即位老爸的老爸对伊的教示，对伊的教导。所以咱对即段经文有看到3代，一个是老爸伫中，吼，就是即位作者老爸伊要教示伊的囝。然后伊伫教示伊的囝的中间，回想伊的老爸安怎甲伊教示，安尼有了解吼？这个结构吼，咱爱了解。祖父子3代啦，吼，3代同堂的一种感觉。这位老爸的迫切教导伊的囝时，普遍是因为这位老爸过去可能捌经历过一寡伤害甲恶担当的事。大多数的人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拢会尽量将过去伊遐的一寡错误甲失败的印影，对心内塑造。伊会尽量将家己过去一寡，伊也感觉连伊家己都感觉见笑的代志，伊想要对心肝底安尼提走。所以有时咱看一个人表面上敢若拢真好势，总是咧。过去迄种堆心肝的痛苦，迄才是互伊感觉真见笑的遐个过往，犹原一直会牵条伫咱的心底扎营，无离开。有些表面上感觉拢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是呢，真的过去了吗？无拄拄。这位老爸过往，特别是遐个台伫心底，无阁想要回想的代志。会因为伊的囝时渐渐长大的即个过程，阁走出来。伊会回想讲，哦，当初我是幼稚园的时阵，哦，我嘛是愈甲互我的爸爸妈妈足头疼的。我伫个小学的时阵吼，我嘛是拍走，吼，无乖乖坐伫遐。我伫高中的时阵，哦，嘛是实在是。互大家一个头2粒大安尼，伊会开始回想伊过去遐个错误、遐个过程。这位敬虔的老爸，伊绝对袂想互家己的囝时拄着含伊同款的遐个痛苦。所以老爸的教示，老爸对伊细囝的教示，其实就是伫伊的一生打拼过程中所学习的一切。这位老爸当在用伊的性命。用伊一生的经历在固守伊的细囝。这位老爸毋茫用伊过去遐个凄惨的经验，替伊的囝通修得伊的囝未来有一条平坦的路。因为这位老爸到伫即个年岁啊，伊深深体会到，也是咱经验。定定咧读的，伫伊一切所行的事，若有认定上帝，上帝就一定会指点伊的道路。所以对安尼来看，真经内面所有的教示，会当讲是历世历代啦，吼，历世历代的父亲用他们的血泪所换得的，在箴言里面的这一些训诲。其实是过去世世代代的父亲用他们一生的血泪所换得的教训。讲安尼，感觉大家感觉讲哦，经验实在是，哇，不可或缺啊！我们每个人一生不可或缺的智慧的语录。伫旧约时代，上帝儿女一直受到世俗的引诱，
上帝的命令，因拢知影，大家拢认识。10条诫命，还佫有摩西颁布的一寡律法的册，总是因无法度持守遵行上帝所颁布遮的命令。伫规个旧约的时代，因失落公义，孤儿寡妇无人照顾，逐人拢在顾家己，追求家己的利益，无人在顾别人的，个人自扫门前雪。侪人也因为家己的方便。宁可得罪看袂到的上帝，也无想要得罪看会到徛伫咱头前的即个人。咱往往拢会习惯，上帝看袂到嘛，吼也袂要紧啦。啊，头前即个人吼，我若甲伊得罪吼，伊的想法若是和上帝想法无共款的时阵，我如果得罪他，我马上当下我就倒大霉啊！我可能就失去即个朋友啊！有时咱的选择，实在是咱爱小想一下。咱到底爱用什么？要用什么来教导咱的儿女？咱所要传承互因的又阁是什么？伫册房在书局里面，伫册房有侪侪教育的册，咱所看重的要培养因的阁是什么？遮有一寡少年的爸母坐伫遮，咱过去嘛捌少年过，吼，咱嘛有养饲咱的细囝对细汉安尼长大，咱也嘛捌看真侪册，遐册安怎讲安怎讲，咱爱培养因的到底是啥物？是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吗？这个真重要。总是思考判断的标准。是啥物？咱也真意爱培养因有趁钱，未来成年通趁钱的能力，趁钱的能力也真重要啊！做功德公者，好，做功德公者，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当然也应当爱回馈社会。总是咱所趁的，敢是不义的钱财？伫规个趁钱的过程的中间，敢是上帝看做是合宜，还是伫即中间充满贪婪、欲望，甚至会行往歹人的道路？今仔日的经文第6节、第7节才有讲，毋通去杀智慧，伊要保护你，着听伊，伊要照顾你。智慧是根本，着得到智慧。伫你一切所得到的中间，就得到长命。兄弟姊妹，特别上帝借着过去遐个世世代代历祖所累积的遐个教示、遐个经验，咱启示什么是真正的智慧。这个智慧会当帮助咱脱离遐个无合伫上帝心意的想法，帮助咱伫暂时失迷。暂时失措的迄个中间游玩，会当超找到正确的方向。这个智慧就是上帝所讲一切话啊，毋那是真言啊尔。规本圣经，上帝所讲一切话，拢咱在启示，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当这个智慧也不断咱在服务，教好咱行伊。这个智慧一直在听候咱，这个智慧就放伫咱的头前，就是圣经啦。圣经就放伫咱的，毋是咱座位的头前啦，就是咱放伫咱的心肝底。吼，咱厝诶也有圣经，咱所教的所在，可能办公室也有一本圣经。吼，总是咧，感谢主，上帝也赏赐咱有信心伫咱的内面，互阮随时借着信心，也知影讲智慧，上帝的智慧是啥物。总是咱敢有为着要得到智慧，愿意放弃咱所已经掠条的遐个好处，在真智慧跟既得利益的两边，我们会选择什么？如果这个利益跟我们的真智慧跟和上帝的智慧有冲突的时阵，咱会做什么选择？咱是会为着遐个看会到好处，
将智慧等伫边吗？伫现今这个世代，大家为着爱有好的生活的品质，拍拼趁钱，对囡仔一出世就在为伊的未来设想，甚至还未结婚怀孕，就开始烦恼啊！即摆有的少年吼，结婚总是无爱生囝，因拢惊讲，无法度饲囝啦，我家己都饲袂饱，搁饲囝哪有法度？吼，即摆的环境哦，愈来愈歹啦，教育环境等等哦，想啊，听到大家安尼讲，安尼就惊，毋敢生囝，所以就少子化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是咱人类上大的对敌，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三不五时，亲像好的狮，暗中四过行，悄找通吞食的人。魔鬼撒旦不断透过咱世间的物件，引诱咱一直伫看家己的欠缺。魔鬼撒旦很会说谎，伊一直引诱咱看家己无的所在，看家己欠缺的迄个所在，互咱对上帝信息的供应产生犹豫。咱会真惊，会互人逼落去。我们很怕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咱对囝时未来成长过程充满忧闷、看路，非常的焦虑。咱对咱的囝的成长过程、升学的过程，咱是毋是充满焦虑啊？当别人拢在学一寡才艺的时阵，别人有。我无法度，我无的时阵，这个焦虑感就开始产生啊。所以过来，魔鬼撒旦阁会激动咱的贪婪甲欲望，互咱对上帝的公平产生犹豫。犹豫是讲，哪会别人有，我哪会无？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爱比较。我们人真的很会比较，总是人比人安怎，气死人啊！大家拢知啊，拢知是安怎搁要比？袂感觉就矛盾的吗？明明就知影人比人气死人是安怎搁要比咧？魔鬼撒旦也会设法，互咱看到家己真真卑微的迄个所在，激动咱迄个见笑，搁看袂起家己的心。互咱对上帝怜悯甲慈爱动摇，亲像亚当夏娃因当初看到家己赤心肉体的时阵，因就感觉见笑嘛，对无？因家己就伤空伤芳，家己做主，摕无花果树的叶安尼，将家己见笑的所在压起来，这都是多做的啦，加无用的啦，因拢加无用，伊想讲安尼吼，会当闪避上帝的面。无法度啦，我们没有办法躲避上帝的面。徛伫这种的环境，只有上帝的智慧会当保守咱的心，互咱做正确的判断。只有上帝的智慧会当帮助咱伫潮磨路苦的一生，永远会当充满平安甲满足。咱要教导咱的儿女，要传承福音的，检视对魔鬼撒旦遐迄种世世代代的迷惑甲咒诅吗？我们要继续把那一些咒诅是历世历代没办法斩断的咒诅，继续传给我们的孩子吗？各位老爸老母，咱都听咱的细囝，总是咱要传福音的到底是甚物？咱要传福因的是一堆烦恼吗？烦恼讲啊，你若无读到这个学校啊，你一生扣格也无效啊啦。啊，你若无学这个钢琴吼，学一半就无爱学啊，你就是吼后摆无采工啊啦，你都是那种头小小袂灵灵啦，就开始论断咱的囝，就开始比较别人的囝拢会使，啊，你哪会袂使？阿姊会使，小妹你哪会袂使？兄哥会使，小弟你哪会袂使？就开始比较。咱伫安尼的过程的中间，咱是互咱的囝感觉足见笑的，这是咱父母爱互因的吗？对世俗这种历史世世代代的咒诅，难道我们还要让它继续下去吗？
为什么现在文明病这么多啊？欢喜的心是好药，总是咱拢无欢喜的心，咱的心充满，我们的心充满焦虑。我们的心真的充满焦虑，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每一个父母的心充满焦虑，以至于我们的儿女的心也充满焦虑。我们要如何让这个咒诅停在我们这一代就好了，不要再下去了？敢讲咱伫咱一生所得到的这个教训，还无够野吗？敢讲咱对上帝信心只有限定伫家己所会当控制的遐个资源吗？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放在我们眼前看得到的，那也不叫信心了，因为看不见的信心才是信心啊！伫旧约时代，遐个上帝儿女确实有够野的信心甲气力来脱离魔鬼撒旦的颠盘。总是咱现在无应该是安尼，咱无应该搁替家己找借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对死搁活，伊已经斩断所有死亡的权势。遐个咒诅会互咱人类陷落伫死亡的遐个权势。耶稣搁活，耶稣已经甲伊斩断啊，摕掉啊。咱所注重的是耶稣，还是遐个一大堆遐个对咱的历祖所留落来遐个忧伤？咱到底注目的是啥物？箴言第9章第10节遐有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目迄位成的就是聪明。当我们认识那位至圣者的时候，我们就有属天的智慧。咱拢是熟悉上帝，咱拢是上帝的儿女。箴言，我想大家已经拢真熟，总是。遐个物件，敢真正诚做咱的生活的准绳呢？爱得到对圣神来的智慧，必须对敬畏上帝开始。箴言一开始一直在讲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咱若无法度从敬畏上帝这个态度转化诚做咱生命上重要的迄个部分，咱所有的智慧就毋是真正的智慧。就算讲你会当从箴言倒背如流，但是你没有内化在自己的生命里，也是空虚的空虚。伫册房有真侪的册拢在教导咱如何通过更较好的生活，会当趁更较侪的钱财，也有足侪教养儿女的书，侪作品也带互咱真好的反省。写遐个册的人，拢真有智慧。伊无拄拄是信主的，总是写遐个册的人真有智慧，足有智慧的。毋过，咱若毋是用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去看遐个册，上帝伫咱心中的地位就会容易受到改变甲动摇。因为咱有可能会将某一位作者当作偶像，高举伊，认定伊。对伊所讲的一切持守尊叹。我想大家有时看册房的册，有的作者所写的物件，咱拢记得足清楚的，总是上帝的话，毋知大家是毋是有缘也记得遮尔清楚。若是咱无用敬畏上帝的心去读遐个册，毋是讲遐个册无好。遐个册嘛袂歹，总是咱着爱用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去读。若无，咱就会高举迄个作者，将伊当作偶像，渐渐咱就有可能会袂记住，其实一切属于人类的智慧，拢是对上帝来的。咱就会感觉讲，我看册就好啊嘛，我看迄落网络媒体遐个物件就好啊，我无一定爱来教会啦，因为册房就有诶物件，我是安怎一定来教会？
网络也有诶物件，我是一定爱来教会做礼拜、参与聚会，无一定啊。我伫厝里也会当吸收足侪智慧诶啊，足好诶，敢毋是安尼？有一位社青伫社青团契内面，社青团契诶时阵，有一位青年捌分享讲，当伊心中开始认定确实有一位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的时阵，这位青年讲，伊过去也足爱看一寡册，爱看一寡影片，伊无爱来教会。过去的时阵，总是当伊开始认定伊心中迄位上帝的时阵，伊讲伊过去所吸收遐的知识，全部拢指向咱的上帝。对迄点，伊对上帝就产生敬畏的心。伊讲，伫伊过去的时阵，有时老爸老母讲，就来教会哦，就来做礼拜哦，伊是足毋甘愿的。啊，伊的朋友吼邀请伊去佚佗的时阵，伊就讲礼拜果不中，我要陪阮老母来教会啊，无法度啦。迄落吼，因为我要陪老母来教会，所以我无法度礼拜带恁出去啦，歹势，真歹势。总是这位青年伊讲，当伊有认定上帝是伊生命中的主宰，伊有敬畏上帝心的时阵，伊讲对迄点开始，伊就对伊的朋友，遐个好朋友讲，我拜鬼，要来教会参与礼拜，要聚会，遐个时间恁莫找我要来去教会。伊真坚定讲，拜鬼，恁莫来找我。遐个时间，我就是要来教会。生活中侪侪物件，拢会引诱咱减少对上帝的敬畏。我毋知影大家是毋是有互上帝坐伫咱生命中的头一个首位？我们是不是有让上帝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还是三不五时啊，爱上帝小让位一下？上帝歹势吼，因为我老爸老母的关系吼，无法度你小让位一下啦，互我老爸老母坐官位啦，吼，上帝你是无遐有位，你小坐一下安尼，伫遐小喘一下。若对着囝时，甲阮撸的时阵，上帝歹势吼，我的囝，我的幼小囝，我足疼伊的，想互我的囝坐大位啦，上帝你是徛伫边仔小等一下好啊。迄也是拄着咱的另外一半，安尼安怎的时阵，甚至是冤家的时阵哦。上帝，即摆阮咧操阮的代志，你是去外口等，阮两个是完完的解决的。上帝你才来，上帝只是你是莫坐大位，无阮两个冤家足歹看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上帝让位呀？还是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总是可以让上帝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固定持守参与礼拜、参与聚会，就是敬畏上帝具体的表现。照安尼做，会当帮助咱得到属天的智慧，尊叹上帝的话语。无论咱现在参与礼拜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是真甘愿，还是一种习惯啊？礼拜就是礼拜天嘛，就是爱来做礼拜，还是有一个敬虔、较无想要甲上帝相拄的迄种的心。牧师，毋知影大家做礼拜是态度是啥物？咱着调整家己敬畏上帝，袂当清彩。咱伫礼拜中爱高举伊、尊重伊、乱无伊啊！咱有时有做到高举，有做到尊重，总是乱无上帝。可能大家无想到遮。总是今仔日的经文嘛，讲咱着爱乱无伊，因为上帝是疼，上帝是疼。第9节安尼讲，若是安尼，伊就要用水的无滴伫你的头壳，将阳光的冕流予你。今仔日是父亲节，感恩礼拜，
咱要传承什么，互咱的细囝？咱要留落来什么，互咱教会的细囝？是钱财吗？咱想看卖迄位伫福音书内面财主甲列撒罗的故事的迄个财主的结局，真正足稀微的。咱要留互咱的细囝有一个好的社会地位吗？上帝借着玛利亚讲，伊要将掌权的对宝座顶扣落来，互卑微的人高升。咱要传承趁钱的本事，互咱的细囝吗？人若趁到全世界，却失落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咧？咱到底要用啥物传承，互咱的子子孙孙？咱到底要将世世代代的咒诅传互咱的子子孙孙，还是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允传互咱的子子孙孙？只有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应允，通通过时代的考验。只有敬虔的心，通互咱伫风雨中徛在袂摇掣。天袂常常是好天，大地也会变迁改变。只有主上帝的话语永远袂改变。这才是咱每一个家庭世世代代毋通替换的传家之宝。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赐予阮智慧，诚做阮性命尊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的救赎，互阮会当斩断脱离世世代代的咒诅，互阮会当将主你要赐福，互阮世世代代的福气，传互阮的子子孙孙。求主帮助扶持阮，互阮意爱将主的智慧，成做阮每一个家庭的传家之宝。互主的恩典甲慈爱，通伫阮的厝，对即时煞到万代。愿安尼感恩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信息第433首，信息第433首，恳求上帝施阮赐福，请起立。多
请坐。奉献。请起立，唱奉献诗。请坐。公道，咱请掀开周报的内页，咱来看大道的事项。我们教会意向，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咱来看第一项，愿主扶持帮助阮，一心敬畏耶和华，高举伊，尊重伊。恋慕伊，因伊的对会来活。咱来为着基体咧调养中的陈金主、刘慧英、陈王兰、洪甘基、陈德明、刘秀敏、陈丽水、胡义梅、杜昭、陈秀良、赖胜雄、陈义利、林以诺、洪英哲、孙兆正，伫咧复健的曾宝玉、陈兆明。刘慧中、李碧莲、原田文子、林美晶、李念之、叶秋霞，咧化疗的黄静茹、陈怡君、李雅娜，还有脚踝的史凯华。那么为了卡努台风过境的灾区重建，为了8月19到20号青少系夏令营的筹备与招生，求主保守带领。咱同心开声来祈祷。
是阮的主，阮感谢这个时阵，大家同心对你求祷。主要说，阮相信你是上帝囝，你降世是为着要拯救阮。求你随时的看顾甲医治伫阮的中间。阮相信，无论是求什么，只要信就要得到。主啊，求你修正阮的性命，帮助阮通过搁较侪亲近你，互阮有力量，互阮通成做传授智慧的人，互人得到智慧甲祝福。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祈祷讲，阮伫天立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能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人，无抵带阮伫地气，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好，我们现在父亲节献诗，我们请我们的那个社区银发族好厝边，因要献的诗是爱的真谛。我们今天有3个单位要来为我们庆祝父亲节。那第一个单位呢，县市的单位就是阮咱银发族后厝边遮的学员吼。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很感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今天献上这首《爱的真谛》，我们特别也邀请到原主唱许淑娟老师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她也是浸会长老的姐姐，非常的感动。愿这首诗歌来祝福现场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都经历上帝同在，满满的祝福，也祝福现场的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不做爱生的
愿上帝的爱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在每一位父亲的心中都是永不止息的。谢谢英法族后出兵为我们带来的诗歌。接下来是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要来献诗。其实牧师还蛮羡慕这一群主日学的小朋友，因为牧师没有机会参加过主日学哈。我就开始想象自己自己在主日学的时候到底是哪一种样子，是很调皮的那一种，还是很乖的那一种？我在想，我应该是属于比较调皮的那一种。好，主日学的小朋友。小孩子从小能来上主日学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社区英法族的学员们，如果你们有你们的孙子，也欢迎可以让他们来上主日学。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你觉得你比较像哪一个？你觉得你小时候比较像哪一只小朋友这样？好，主日学的献诗，2首歌曲是《爱我的天父》跟《英雄爸爸》，我们有 PPT， 然后歌词也有在周报的夹页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先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
爱你，父亲节快乐！我爱你，父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快点上来，我们一起合照。来哟，看前面，看前面哦。来来来，哎，那个于爸爸，爸爸你赶快，于爸爸。好，来，我们大家一起看前面哦。3、2、1，变成梦的。好，我们再次谢谢主日学。好，请小朋友慢慢的、小心的退场，小心走，小心走。慢一点，慢一点。好，刚才歌词里面有说，他们希望他们快快长大，他们的确很快就长大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由我们的青少系长大的主日学来献诗。对，长大的主日学小朋友要来献诗了。青少年团契为我们带来的是《爸爸之心》，这是他们青少年团契所有的国高中大学的孩子，所有的孩子他们自己谱曲写词的，是他们自己作品，外面没有的哦，只有在这里有哦，是他们自己谱曲写词的，这是长大版的儿童主日学。可能音控师要帮我们调整一下，他们先试个音。手麦是几号到几号？黄姓记名字，应该全部的手麦都要打开。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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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试一下音，大家讲一下自己的音量，试一下。喂喂喂 ，Hello Hello，喂喂喂喂喂。一个一个来试，我们从季红好了，季红你是几号9号。好，然后黄信。2号。小雨。10号。怡乐。这个好像没有写。1号。有。好，那佑哲是几号？我几号？6号。好，你试一下音，讲一下话。喂喂。好，那佑嘉。4号。佑嘉的声音是不是小了一点？再讲一下，1、2、3，试一下。哦，4号。就靠着下巴是最安全的，不会越拿越远这样子，就靠着下巴这样。因为说一紧张，那个手就会自己往下降了这样。慈爱试一下音，你是几号？喂喂喂。喂。你开着车带我旅行，生病时候陪着我到天明，躲在屋顶上看星星，躲在阳台陪我一起偷吃冰。就算平常很少跟你谈心，就算有时我会不想理你，但你永远是我心中的雄鹰，带我翱翔在这广阔的天地。别人说我是疯狂怪异的小孩，但你却说我是天上最明亮的星。透过上帝，我证明了自己就是爸爸独一无二的孩子。偶尔放开不再没关系，你的关心停留在我心底。一转身，你永远笑着在我身上。要你拉着我的手，一起走到尽头，陪着我走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想和你看日出日落，在一起去看星斗，就这样牵着你手，一起完成每个梦。你开着车带我旅行，生病时候陪着我到天明，躲在屋顶上看星星，躲在阳台陪我一起偷吃冰。就算平常很少跟你谈心，就算有时我会不想理你，但你永远是我心中的雄鹰，带我翱翔在这广阔的天地。别人说我是疯狂怪异的小孩，但你却说我是天上最明亮的星。透过上帝，我证明了自己就是爸爸独一无二的孩子。偶尔分开不再没关系，你的关心停留在我心底。一转身，你永远笑着在我身后。想要你拉着我的手，一起走到尽头，陪着我走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想和你看日出日落，在一起去看星斗，就这样牵着你手，一起完成每个梦。谢谢你陪着我走过那些成长路程，教导我学会人生的各种道理，让我享受无限喜乐和面对重重困难。谢谢你爱我疼我，祝你父亲节快乐。谢谢你爱我疼我，祝你父亲节快乐。爸爸，父亲节快乐！
那个辅导要上来合照一张吗？那个有爸爸的可以来认亲一下，一起上来合照。爸爸来认领一下，认领一下。那个定性是在楼上，对，下来。静姐来一下。于爸爸请下来。大家应该有发现，这种长大版的儿童主日学不太一样哦，这种青少气。好，谢谢青少气的献诗。好，我们在报告前，我们先来介绍今天从台南来的新朋友，他们是黄登渊跟谢文清。然后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谢谢你们与我们一起聚会。好，那个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告回消息，本主题是父亲节感恩礼拜，我们感谢英法族的好厝边的学员，还有儿童值日学青少年团契他们的献诗，谢谢他们。我们教会也有准备礼物赠送给每一位父亲。丽娟长老。几号？那个9号麦克风，谢谢。我较大声有啊。好，真感谢上帝，赏赐老爸伫世间。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子孙是老人的冠冕，老爸哦，老爸是儿女的荣耀，老爸是儿女的荣耀。其实这是上帝予咱的话。我感觉咱伫世间除了纪念老母以外，老爸真伟大。是，我会记得我的妈妈甲我讲，老爸是安尼，老母是安尼，同款是手一只手是平扣扣，一个是软软。吼，检查你的老母是较安尼，啊老爸是安尼。毋过，拢是上帝赏赐予咱的。我感觉上帝赏赐予咱，拢是真公平。咱有老爸老母，尤其是伫咱今仔日伫父亲节的进前的礼拜日，咱咧纪念老爸、少年老爸。有的老爸搁伫世间，有的老爸已经离开咱。毋过，咱伫心中永远拢纪念伊。会记着，咱老爸是儿女的荣耀。啊，感谢主赏赐咱老爸。不管你是毋是老爸，拢是上帝所赏赐。啊，咱嘛纪念老爸。今仔日咧，关怀部有买礼物，要送互老爸。啊，这礼物是啥物？啊，是安怎来？咱请关怀部的来报告。好，停语。好，大家好。好，今仔日阮的关怀部所准备的是迄个。司马县教会因咧建堂啊，伊咧义卖，因咧手工所做，这是我想讲，为虾米爱买这？就是因为因真需要，因建堂是需要。我想讲，今仔日是父亲节，我毋茫阮建成教会会当真做因的父亲。好，让我们建成，我们有爱，不论是做我们不论是做自己小孩的父亲，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别的教会的父亲。所以我们来帮助他们建堂，让他们在他们的部落建他们教会，也让他们继续让上帝的智慧成为传家之宝，在那个部落一直传下去。所以这个是什么？很想知道，对不对？他们这个
讲了那么久，我一定要先讲为什么要买这个嘛，对不对？好，这是黑糖浆，黑糖浆哈。那个我知道有一些父亲很爱喝咖啡啊，这个放一点在咖啡里面哦，黑糖浆咖啡很棒。不论是冬天，不论是夏天，能做冰的，能做热的，喝得很满足。啊，不喜欢喝咖啡的人怎么办？你早上吃吐司有没有？吐司啊，然后抹一点点，让甜甜的，配个牛奶，啊，也很棒。不论是冬天，不论是夏天，早餐面包一样可以沾，好，咖啡可以喝，好，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那这个黑糖浆，我们麻烦那个关怀部的青少年团体，我们一起发给。请所有的父亲起立。啊，请所有的父亲起立，不好意思，父亲起立。这样子让青少年可以比较好发父亲节的礼物。奖品拿到了，礼物拿到了就可以坐下了。礼物拿到就可以坐下。对。还没有拿到的，请稍微站一下。这个产品中间写雾中岛。这个写雾中岛是说他们给这个产品赋予个名字，叫做雾中岛。好，这个是在苗栗县泰山乡，纯手工制作。当我们在享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之前曾经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说，牧师，父亲节跟母亲节有点不公平。母亲节都是送礼物，都是给全家吃的，父亲节都是送袜子啊、皮带啊，都只有父亲一个人独享。可是今天我们的父亲节是分享包哈，也是一样，家庭分享包，家里的人都可以分享。好，所有的父亲都拿到了吗？好，感谢主。我们继续来看第2项教会消息。第2项，8月8號禮拜2中區牧者夫婦分享會，2位牧師要前往參加，地點在信愛教會。好，第3項，咱8月12號禮拜6下晡4點半要召開小會，請小會員組來留意一下。第4項。後主日8月13號要舉行本年度第4擺信禮典，要受洗更新禮。那轉入會籍的兄弟來牧師來報名。該主日要與主同坐席，請教會陪餐者預備敬虔的心，一同領受聖餐。來看第5項，8月13主日禮拜結束，隨時召開臨時會員合會，進行本會財團法人董事改選，在籍的會員，伊名單已經公布咧公布欄啦。吼，那如果你不方便出席的，我們請向小會來請假。第6項，青少年團體伫咧8月19到20號要舉辦夏令營，地點伫咧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對象是國高中跟大學生，報名費用是2000元，請各位弟兄姐妹，我們一起廣邀你們親朋好友的孩子一起參加，這個真的很棒。在20年前我也有參加過，在這個青年體驗園區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它可以體驗很多一些活動，而且幫助你的身心靈的成長，我覺得這個很棒，而且在裡面你有團契的生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們有親朋好友的孩子，趕快邀請他們來一起參加，在8月19跟20哦。好，然後向我們的那個輔導定心和子瑜來報名。好，咱來看團契消息啊，在8月25禮拜5上午10點，在松年團契聚會，主理是知梅牧師。第8月27上午9點45，青社團契聚會，主理是楊秀瑤老師，他的主題是溝通情緒管理課程。咱來看具體消息，我們來恭喜吳博燕弟兄和羅心如姐妹，因就是迄個內關長老甲吳良都長老的囝加新婦，吼，伊在8月1號的喜獲靈兒原主的穩定甲主比。軍隊1到14人，保守伊一心行佇平坦的路，奉獻的名聲，咱家己來看，若是有老高的，咱會計來定金。上銀信息508首，信息508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請起立。
去道德稳定，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保守恁众人通将敬畏上帝意念牵调伫心，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袂倒避讳。